要譯thần福音講出四邊幾百日久百空五節樣講到呢個福音都係啱嘅腳步嘅燈，夾啱嘅路途嘅光啊！這個世界你喺度，這個五地前面發生咪東西，而喺點鐘前面這個五地係咪嘅發生？世界你喺度，這個五地這個嘅盼望喺面前200年發生，mà cả nhà這個需要上帝嘅福音，要嘅福音，嘅福音都係這個嘅光嘅腳步。是個嘅燈嘅腳步，要腳步要燈，或者要光線而行，呀，行接喺用嘅是本是個光路，呀，光路嘅路途，就是個要福音，是個前面要光嘅路途而行，就要光嘅路途，是個要腳步要燈，是個唔是講前面係發生嘛計，但係呢，因為嘅福音現代是個熱點係要入盼望，熱點嘅福音現代是個係要特性嘅路，嘛今日是個需要福音，需要主耶穌。在這個心中，要主耶穌這個要嘅福音，現代這個行列嘅路途，熱天特性，阿門。